各位馬房村民戰，大家好。今次5月6號星期三沙田夜馬賽事將會跑清一色泥地9場賽事，頭場個開跑時間係晚上6點45分。至於今次賽事，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匹消息馬。呢一匹想同大家分享個消息馬係第一場9號馬大利好運。大利好運呢匹來自澳洲嘅 PPG， 今年6歲，隸屬賽咗澳馬房。大利好運計埋今季已經喺香港跑咗3季，總共出賽31場賽事，但係只係攞到1冠44季成績。呢一匹當年要賣到70萬澳元，折合港紙都差不多400萬嘅周歲馬。對於佢咁嘅表現，我都可能有啲失望。大利好運當年第一季喺香港出賽，被編入第4班，馬匹評分52分。大利好運喺第一次出賽已經受人注目，並且被捧成3.4倍嘅大熱門開跑。結果呢場賽事輸咗俾當年一季贏到6節5棚至馬房嘅我維里，最終只能夠跑咗一直第2嘅名次。跑完呢場賽事之後，外界仍然繼續睇好大利好運喺將來賽事嘅表現。好可惜，打後賽事大利好運喺4班賽事嘅演出並冇任何嘅突破。當中最叻只係跑過2次對頭馬完全冇乜威脅嘅第3名。由於表現普通，所以由嚟香港被編入第4班，去到上季季中，終於被降落第5班出賽。大利好運自從降落5班之後，喺第2次嘅5班賽事冇安排喺一場泥地1650米賽事，再次要回配騎師潘頓，最終以1條頸位距離，終於可以贏到嚟香港第一場嘅頭馬。贏咗呢場賽事之後，冇希望乘勝追擊，希望頭馬可以繼續嚟。但可惜自從呢場頭馬之後，大利好運橫跨2季，仍然未能夠可以再次勝出第2場嘅頭馬。隨住唔好嘅演出，大利好運嘅馬匹評分去到今季嘅季中終於去到新低，只得30分。喺呢場賽事我認為馬匹已經減夠分，馬匹嘅表現應該可以開始有所反彈。所以喺呢場賽事，我特登揾咗騎師布文幫手，並且再次喺沙田泥地1650米出擊，結果飛到馬道，雖然唔可以勝出頭馬，但係可以跑入一直9圍嘅第2。睇翻呢個成績，可以反映到大利好運去到呢個分數，應該可以開始交出好表現。呢場賽事之後，相隔咗2個禮拜，大利好運再次報跑沙田泥地1650米，繼續由騎師布文策騎。其實呢場賽事喺賽前我哋都收到消息，但係好可惜，呢場賽事大利好運入到對路之後，因為被前邊馬群阻塞影響，所以唔可以即時揾到足夠空位望空衝刺。期間足足塞咗接近100米，之後至終於揾到空位可以望空。最後雖然做出全場最快嘅末段時間，從後殺上，但好可惜始終來遲一步。最後以1個頭位距離輸咗俾可以一早發力又踏贏馬房嘅光輝歲月，以1個頭位距離失去咗再次勝出頭馬機會。其實呢場賽事大利好運真係有啲輸得唔抵。我哋不如重溫下呢場賽事，睇下佢點樣喺直路受困，令到失去咗呢場頭馬。同時可以睇睇大利好運點樣可以做出比標準時間快咗接近1秒嘅末段時間？呢一場係第566場次。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都仲係呢隻16歡騰嘅，響外邊朗日雪峰黐住佢啊。咁第3位出邊肥仔精神，埋邊第4陸小鳳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攞出去中外檔嘅馬仲有呢隻閃耀威龍啦，中檔位置悠悠乾坤啊，響內欄都追啲喎，係光輝歲月嚟㗎。最後200米到啦，朗日雪峰走甩咗第1個身位㗎，埋邊光輝歲月追上嚟。中間位置仲有悠悠乾坤啊，出邊上仲有大利好運，最後100零米，朗日雪峰用咗一段唔多，光輝歲月3機嘅節目將佢追過，出邊黃雀在後追上嚟，仲有一隻大利好運，係咪到先呢？埋邊係光輝歲月啊，出邊大利好運，第3朗日雪峰，第4名係悠悠乾坤啊。其實呢場賽事大利好運除咗喺直路受困之外，另外睇翻賽後報告，發現大利好運喺賽事途中失去咗有好蹄嘅馬蹄鐵。大家都知道賽事途中如果馬匹冇咗馬蹄鐵，即係對馬匹演出嘅影響非常大嘅。所以呢場賽事如果大利好運喺沿途唔係發生咁多意外，賽果好大機會會改寫。呢場賽事之後，大利好運真情改跑沙田泥地1100米。結果只能夠跑到第5名個終點。關於呢場賽事，我哋都收到消息，知道幕後信心唔係咁強，所以唔能夠跑入3甲。我哋一啲都唔意外。大利好運今次又再次報翻沙田泥地1650米。其實對於呢個路程，算係大利好運演出最好嘅路程。佢一共跑呢個路程9次，當中攞到1冠3馬1季成績。跑呢個路程嘅上名率高過50%以上。
對於呢一匹咧質素唔係咁高嘅出賽馬，去跑呢個路程算係好準成。今次咧賽事之前喺晨操見到幕後特登安排啊，大利好運啊同比較咧高分嘅馬拍跳，反映到幕後對今次賽事嘅認真。今次賽事聽到消息，大利好運啊雖然質素普通，但係今次咧狀態粗起，所以咧練馬師蔡約翰真係希望可以睇呢一匹咧低班馬喺嚟緊嘅星期3賽事可以勝出嚟香港第2場嘅頭馬。點解咧練馬師啊蔡約翰啊對呢一匹低班馬咁緊張？冇他嘅，因為蔡約翰啊同大利好運嘅馬主啊相當熟絡，大家相識同埋合作嘅時間咧都有20年以上。呢段期間，馬主旗下每一匹馬啊都放喺咧蔡約翰馬房，大家合作啦最成功嘅頭馬就喺15年，彼此攜手合作啊。憑住戰利品呢一匹馬咧，贏咗當年嘅打比大賽。呢幾年雖然馬主啊好捨得投資馬匹，但係馬主咧養馬運只係一般。旗下2匹馬，包括大利好運同埋聶寶勤，都係屬於咧質素唔係咁高嘅出賽馬。2匹馬不約而同啊，都係要咧降落5班出賽。最近練馬師蔡約翰啊，喺幾經辛苦之下，喺上個月嘅月中，至幫馬主旗下有份嘅聶寶勤贏出嚟香港第1場嘅頭馬。正所謂咧好事成雙，睇下練馬師蔡約翰啊！繼上個月中啊贏到聶寶勤之後，喺嚟緊嘅星期3賽事，可唔可以替馬主贏出咧大利好運？我哋到時咧就拭目以待啦。OK， 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咧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。另外咧，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，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